总统蔡英文早起出席112年下半年陆海空军晋任将官阅面典礼。蔡总统勉励将官呢，就要强化部队训练，也有人才培育。不过，即卖也传出讲，这国防大学理工学院的教授甲明德，伊所主持的先进系统工程研究中心，是伫咧掌管高端武器研发的。即卖也逼出讲，伊违法兼职，私底下开公司，竟然有10年遐久，而且佫是和中国技术合作。国防部长邱国正也批评讲，这款的行为是反背国家，就要清杀。嘉每一回进前将官点头体，以表达祝福。总统蔡英文在日亲自主持112年后半年陆海空军晋任将官阅面典礼。即摆有19人晋任少将，7人晋任中将，其中晋任中将的郭正德接管陆军配防部指挥官，伫两岸情势紧张的时，配合是台湾前线作战上重要的。我想我们澎防部啊，在台湾西南海域啊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屏障。那我们镇江部队镇海卫江，我相信过去之后会秉持各任指挥官打下良好的基础，持续的能够精进各项的战备任务训练。未来在强化部队的训练和人才的培育时，也持续精进，才能在快速变化的局势和环境中提升部队的应变能力。蔡总统讲到要强化部队的训练甲人才培育，提升部队应变能力。也毋过最近连续传出强调案，国防大学理工学院教授甲明德主持先进系统工程研究中心，掌管高端武器研发，亲自主持六种材料，专揽电磁炮艇900架研究计划，所防野出违法兼职，私下成立公司达到10年，毋拿甲中国进行技术合作，当初回到伫后来召开，甲明德更加几啊摆出伫中国，引起国安危机。枪毙掉，我们也期望这样子。邱国正公党会专案依上发办，甲明德10年来经手68件研究案，国防部初步认定无涉密机混，也毋过拿着立会期，国防部内控失灵。不仅是叛国，还是占尽国家的便宜，那这个让人家觉得作呕，而且可恶哈。那真正问题是，10年来国防大学到底做了什么内控？这已经不是枪毙一个人的问题，而是整体的部队的状况，国防大学这个教授的这些相关状况，那目前不管是行政调查或者是司法侦办都在进行。李德辉认为，这是废除军法了后的严重败坏，要彻底检讨军纪教育失灵。国防部表示，目前已经暂停甲明德所谓职务禁止教学，国军对少数人的不法行为表达严厉谴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